猴2026年咧就冇犯太歲或者合太歲嘅，不過喺2025年蛇年嘅時候咧，已經經歷咗刑太歲加破太歲咯喎，咁所以喺馬年咧就總算甩咗個太歲啦。但係啊，屬猴佢本身咧五行係屬金嘅，咁所以喺2025年至2027年咧係行緊3年嘅火年啦，所以都呈現咗火克金嘅現象嘅，咁就做唔停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咁就會做到成個人咧就會好焦灼啦、疲倦、脾氣都會變差㗎，而且要留意喎，過完呢3年嘅火年，2028年又係犯太歲咯喎，咁所以啊，突發嘅事情係接二連三，一停唔落嚟，問題就會堆積如山，引起如破財嘅問題啦、健康轉差、感情事業冇彎轉嘅情況啦。但係好消息嘅係，我哋知道由2025年去到2028年都係咁忙碌奔波嘅情況下，而呢4年嘅努力會喺2029年得到收成嘅噃，咁我哋就可以帶翻拉長石，幫助我哋好好休息啦，回復體力同埋精力，打一個持久戰啦。